各位前贤，大家晚上好。有听到后学讲话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诵经了哈。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上好。还没有看到页面，请问美辰讲师有？要分享桌面了。等一下，有了。好，现在出来了。好。好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恭诵《济公活佛救世真经》第一遍，具事情深照三圈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画大圈。真经印印出，斋教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玄句，佛圣先真花慈悲。德泽情深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映道现存，青红晕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般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招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。佛经说破文龙云，善智与子离苦轮。26十手一，虎气朝元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。丈六金身照世间，巨人醒世归一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资，学至中庸病。星辰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玉印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正世民天下通。古今虽无错，过误但改路上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世龙及肱骨。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全拜颂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切灭不残，念经心头正。七邪除秽世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增。诵此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富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往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
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切，除邪魔，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保佑康安寿元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南古佛十叩首，一叩在叩上叩，四叩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第二遍。具是群生造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圈。真经孕育出灾消绝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。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情深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贤。应身下凡施天难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一运，阳光普照道德阳。万般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。无私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为人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。佛经说破人龙云，善智于子离苦轮。二六十手逼，武器朝元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。丈六金身照世间，巨人醒世归于安。心明善难泯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资，学至中庸病。熏尘法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名台。运应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正市民天下通。古今虽无错，过误但改路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四龙及公谷，自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全拜诵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却灭不残，念经心头正。七邪除秽是安宁，不入前缘亨利增。众持佛经不会双增长，众持佛经，此生得安康。佛经功名利，诵真经文是好为诵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王理得超生，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
全家有老好诵念济公真经，还又销诵的济公真经解五第一些真经，是方界诸真菩萨同济公活佛大慈9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，可平安。或此经说，确保而且除邪魔，真诚诵此经，经说功德无量无边，有康安寿与顿起来，持大救难济公，南无大慈大悲救天然古佛10个手，以闪扣是扣5扣6扣7扣8扣9扣10扣手，恭诵弥勒救苦真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地炼正好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溪，天真收元化圣号，等待时日变神兵，云人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义县，收元显化在虎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的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幼小成佛千里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学人胡说话，老山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众，用心用心时多下不妨列先生，各方前来对号，是灵通观大帝赦罪三场救众生，叫古天尊来救世，千点轮部接地神，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教，500关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造起真日月头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初二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福还去令即下生，收服蓝猿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圆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
育儿差女常持念，学神不改来俱生。十念一变神通大，十念两变得超生，十念三变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略取真元归佛力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在叩上叩，是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训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训氏林梨香，训氏江美纯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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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群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后学今天晚上学习导读到这里结束，感谢美纯讲师为我们开会议室，谢谢大家一起诵经，感恩。感谢李香前贤导读，大家晚安。感恩江老师慈悲，感恩林前贤慈悲和组长再见，晚安，感恩副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红领任晚安，各位讲师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